齋美女如雲，競爭激烈到觀乎慘烈嘅90年代香港娛樂圈。如果話無線電視係一個現實版蟹金枝玉滅後宮，咁張可頤絕對係嗰個最令人頭痕、最唔守規矩，但偏偏又生得最靚、戲最好蟹蟲飛。就娛樂圈呢個名利場，一張快人快語海毒嘴，到底可以惹出幾多禍？被傳媒封為無線電視史上最囂張、最難頂海拔號女星張可頤，確實可以話俾你知，乜嘢叫做憑實力得罪全港娛樂圈。佢自從出道以嚟，只要一開口，必然會掀起一場腥風血雨。佢可以同當年無線電視蟹頭號當家花旦孫軒喺宣傳期隔空對罵，鬧到無線電視高層都要親自下場調停，甚至落死命令要求兩個人即時封嘴。佢仲試過令到一向出名好皮喺蟹霎斯萬載片場黑面，兩個人全程零交流，當對方係透明人。更誇張係佢仲同瓜可盈20瓜可盈喺勞工林文龍隔空開火，鬧到滿城風雨。最令人目瞪口呆係佢竟然膽大到公開炮轟老東家無線電視，直接逼到高層要諗住將佢永久封殺。張可頤呢張嘴可以話係四處樹敵，幾乎得罪咗大半個娛樂圈蟹明星。後來佢鬧女咗，亦都鬧爽咗，隨之而嚟蟹佢係各種炸裂蟹大瓜。佢被指加入亞洲皇后楊寶玲蟹婚姻，人前係玉女，人後卻被指係第三者。靜姐直佢又捲入同性戀緋聞，情路之行卡同反轉，真係連編劇都寫唔出咁戲劇化蟹情節。大家一定會問，張可頤到底憑乜嘢咁狂？佢蟹隊喺到底嚟自邊度？一切都要由1989年嗰個夏天，徐克喺央廣街頭發現佢嗰日開始講起。1989年，19歲海張可頤正趁住曼徹斯特大學放暑假返香港探親，嗰日佢正悠閒咁行喺街頭，突然有兩個人走過嚟，用好誠懇海語氣問佢：徐克導演想揾你拍戲，你願唔願意？張可頤當時成個人愣住咗，佢心諗徐克係邊個？係嗰個拍過《英雄本色》蟹大導演咪？點會無啦啦睇中我？但眼前嗰兩個人，一個真係徐克本人，另一個就係佢蟹監製鍾真，亦即係後來陳慧琳蟹經理人。兩個人就咁定定咁望着張可頤，等佢俾個答案。張可頤當時仲係曼徹斯特大學電腦科學系蟹學生，係一個世界頂級名校蟹尖子生。但係面對徐克蟹親自邀請，佢心動咗。娛樂園蟹光怪陸離，比起枯燥乏味蟹電腦編程，明顯具有更強蟹黑命力同挑戰性。於是21歲唔夠蟹張可頤依然放棄咗曼徹斯特大學蟹學位，正式踏入咗呢個大鹽江。要深究張可頤點解性格咁狂，其實同佢蟹成長背景息息相關。1970年3月20日，張可頤出世喺香港一個富裕蟹中產家庭，佢喺屋企4姊妹中排第二，爸爸做生意做得好大，家底非常豐厚。細個蟹張可頤就讀於加諾沙聖瑪利書院，呢間係香港著名蟹傳統名校。可以話張可頤係嗰種天生帶住優越感大長蟹女仔。佢家境好，成績好，樣貌更加係冇得挑剔。佢中一讀完就考咗全班第1名，但係喺佢13歲嗰年，屋企人決定將佢同妹妹一齊送去英國讀書。呢個決定徹底改變咗佢蟹一生，使英國蟹計書學校張可頤變成咗一個徹頭徹尾蟹鬼妹仔。佢唔係嗰種扭扭捏捏溫柔婉約蟹港女，佢直率敢言，而且完全唔識得睇人眉頭眼色。佢喺英國學識咗倒立生活，仲要照顧妹妹，培養出咗極強蟹倒立意識。在英國讀書蟹時候，佢修讀理學，預科畢業之後，仲考入咗曼徹斯特大學蟹電腦科學系。要知道喺80年代末，曼徹斯特大學蟹電腦系係世界頂尖專業，好多人爭崩頭都入唔到。張可頤唔單止拎到錄取，仲主修電腦科學。呢個仔當時係非常前衛蟹科破。如果唔係徐克蟹出現，張可頤今日可能係一個仔硅谷工作蟹電腦專家。但係張可頤天生就係識呢行飯蟹，佢第一部戲就係《英雄本色3之獅羊之歌》，同佢對戲蟹係周潤發、梅艷芳、梁家輝呢啲巨星。梅艷芳一見到佢就當場讚佢係影壇蟹又現新星。佢喺戲入面飾演梁家輝蟹表妹，樣貌清麗脫俗，氣質獨特。但係拍完呢部戲之後，張可頤發現自己好難適應娛樂圈蟹生活，片場日夜顛倒，冇個好瞓，佢頂唔順，佢直接同徐克講：我真係唔習慣呢種生活，我唔知自己適唔適合呢行。於是佢約滿之後決定唔續約，轉跑調去搞音樂。佢俾音樂人鄭敬基發掘，同蘇美欣、袁莉莉、陳雪燕組成咗一個叫花生女郎蟹女子組合，
仲出過唱片，甚至喺翡翠歌星下台慶歌陣唱過 Beyond 太大地。雖然組合一度掀起過短暫憂潮，但係好景不常，老闆騙咗佢哋蟹歌酬，公司隨即倒閉，組合被迫解散。1993年，張可頤二度離開娛樂圈，佢去咗法國銀行做期貨交易，甚至喺央行期貨交易所工作過。佢就咁在娛樂圈出入，好似一直喺度尋找緊自己真正蟹位置。直到1994年，一個重要蟹轉折點出現咗。張可頤當時有個男朋友叫董波，呢位董波係某上市公司主席，身家非常豐厚。佢哋由1987年在英國識到而家，感情非常好。董波好錫張可頤，甚至親自幫佢填香港小姐蟹報名表，鼓勵佢去參加。1994年蟹港姐競選，張可頤真係非常有性格。其他家裏忙住化妝、彩排、爭奇鬥豔，佢就素顏着住對拖鞋喺電視城四圍走，仲同人講彩咩牌啫，行就行，唔行就唔行，有乜嘢咁大不了。曾志偉後來回憶起呢段往事，都話張可頤當年係大小姐脾氣，性格唔緊到不得了。有次記者訪問佢，問佢點睇同屆蟹佳麗，張可頤竟然大膽到在鏡頭前隔空叫震前輩袁詠儀。要知道袁詠儀當時已經係港姐冠軍兼金像獎影后，喺圈內地位幾高，但係張可頤就係咁大膽，完全唔驚得罪人。最後張可頤以大熱姿態晉級總凱主賽，雖然冇入三甲，但係拎到咗最具演藝潛質獎，呢個獎對佢嚟講已經好足夠。佢正式簽約無線電視，成為合約藝員。當時喺無線電視正值花旦芳、鄧翠雲、朱茵、黎姿等一線女星紛紛解約或者轉型，電視台急需新血。1995年，張可頤在《神雕俠侶》入面飾演程英，雖然只係一個邊緣角色，但係佢將程英嗰份恬靜中帶住英氣蟹特質演得入木三分。雖然戲份唔多，但早已令全港觀眾眼前一亮。1996年嘅《天地難違》係張可頤真正開始上位蟹作品，佢飾演葉小冰，一個敢愛敢恨、性格偏激蟹富家女。與此同時，劇組入面仲有另一個女演員表現出色，佢就係孫川。孫川同張可頤海背景驚人地相似，兩個人都係1970年出世，都係出身中產家庭，都係13歲去英國留學，而且都係名校畢業。孫川考入喺係倫敦大學地國理工學院。傳媒自然唔會放過呢個機會，成日拎兩個人嚟比較。兩個人年紀相仿，性格都係嗰種直嚟直去海鬼妹仔，同樣好勝心強。原本佢哋只係普通同事，但係喺傳媒蟹先鋒點火下，加上兩個人又真係性格不合，一場曠日持久蟹花旦大戰終於爆發。1997年，命運將佢哋推上咗同一個禮台，難兄難弟。呢部戲講述50、60年代香港影壇蟹故事，孫川飾演邵芳芳，而張可頤飾演陳寶珠。張可頤將陳寶珠嗰種單純、蠢萌海神韻模仿得惟妙惟肖，一顰一笑都係戲。呢部劇一播出，收視爆表，張可頤海陳寶珠更加係大受歡迎。但係拍攝過程就完全唔係嗰回事。張可頤有個壞習慣，就係遲到。有次因為前一日拍夜戲拍到好夜，第二日佢遲咗半個鐘。雖然佢有向全組人道歉，但孫川係一個極度守時蟹人，佢最憎人遲到。孫川當時雖然冇當面爆發，但全組人都感覺到佢黑面，氣氛極度緊張。真正引爆火藥同海係一次記者訪問，孫川被問到點解拍劇進度咁慢，佢心直口快咁答咗一句：因為有演員成日遲到，所以進度慢咗。第二日報紙頭條就寫住孫川爆張可頤係遲到王。張可頤見到報紙之後火都嚟埋，即刻打電話俾記者反擊，片場整天 NG 先係最拖進度蟹事。尤其是有啲重頭戲，好唔容易先培養到情緒，點知對面嗰個人竟然忍不住笑場。一場戲重拍6、7次，邊個先係元兇啊？就咁樣，兩大花旦正式開戰。孫川話張可頤係四飛精，張可頤話孫川係出賣朋友蟹小人。呢場對罵鬧到無線電視高層都要下禁言令。但係佢哋蟹戰爭冇停止，反而變咗一種幼稚蟹比賽，睇邊個先到宣傳何況戰場。孫川早1個鐘到，張可頤就早1個半鐘，張可頤提早2個鐘，孫川就提早2個半鐘。全公司蟹人都喺度睇佢哋鬥氣，覺得又好笑又無奈。1997年台慶，張可頤憑難兄難弟提名最佳女主角，雖然最後輸咗俾郭可盈，但佢並冇唔開心，因為佢知道自己蟹陳寶珠已經深入民心。果然，1999年佢憑陳寶珠一角突突20世紀無線5大最難忘女主角大獎，同佢一齊霍掌蟹係邵芳芳、
汪明荃、趙亞之、薛家燕呢啲亞姐級人物。當時張可頤只有29歲，係5個人入面資歷最淺顯一個。先弊之下，孫宣在事業上稍為領先一步。1999年，孫宣憑刑事偵緝檔案4奪得視後，兩個人喺競爭一直持續到2003年，嗰年係兩人恩怨喺最高峰。張可頤憑借九五至尊中喺女四娘一個再次衝擊視後，同佢競爭喺有孫軒、佘詩曼、郭可盈同陳慧珊。當環頒獎典禮，當嘉賓羅嘉良宣布視後係張可頤嗰一刻，張可頤激動到成個人跳起身，高舉雙手大嗌耶！佢完全冇試咗坐喺旁邊，淨禮貌拍手喺孫宣，直接衝上台。上台之後，佢喺得獎感言更加係令人側目。佢喺台上話自己等咗呢個獎好耐，本身冇乜問題，但係到咗後台訪問，佢喺讀嘴又再失控。記者問佢點睇其他最為者，張可頤竟然話：阿時明年要勤力啲啦。記者又問點解郭可盈攞唔到獎，佢竟然答：佢今年喺作品欠缺代表作啩。呢兩句話一出，即刻激怒咗成個花旦圈。郭可盈第2日就正面回擊，可能佢拿獎經驗少啦，好似打麻雀咁，有贏有輸，如果牌品差就冇人肯同佢玩。郭可盈喺老公林文龍仲補多一刀，攞咗獎唔代表全世界最勁，最緊要係唔好太驕傲。如果女組個成日遲到要成村人等，就真係好大件事。一時間，張可頤成為咗全港娛樂圈最不受歡迎喺女嘴果。佢喺無線電視10幾年，竟然連一個真心朋友都交唔到。佢同孫軒係恩怨持續咗16年，同佘詩曼、郭可盈喺關係亦都跌至冰點。講返張可盈喺愛情，佢同初戀男友董波拍拖足足10年，由1987年拍到1997年。董波對佢非常好，甚至喺佢成名之後都一直支持佢。但係到咗1997年，董波要去美國發展，要求張可頤放棄事業同佢一齊走。張可頤拒絕咗佢話：我當時先27歲，事業如日中天，我唔甘心做家庭主婦。呢個係佢第一次拒嫁浩文。分手之後，佢同音樂人陳容新拍拖。陳容新係亞洲皇后楊寶玲喺前夫。呢段感情令張可頤背負上咗第三者喺馬名。雖然佢一概云為應，但係呢段感情最終亦都係因為男方劈腿而結束。之後張可頤仲同新家上易凱同性富婆傳出過緋聞。面對記者喺追問，佢依然係嗰句關你乜事。2008年，張可頤並羽復出，主持財經節目更上一層樓，識咗金融才俊陳安邦。陳安邦身家過10億，對張可頤一見鍾情，兩個人拍拖3年，已經到咗談婚論嫁喺階段。但係陳安邦要求張可頤婚後退出娛樂圈，專心生仔。佢甚至俾咗份婚前協議張可頤睇。張可頤睇完之後，冷冷咁問咗一句：你係想我做你喺附屬品？最後佢再次選擇咗事業，第2次拒嫁浩文。2004年，張可頤參演《金枝玉孽》，飾演安茜。呢部劇令佢喺事業去到巔峰，但係拍攝期間又傳出佢同佘詩曼不和。據聞佢成日以前輩身份教佘詩曼做戲，令對方非常唔舒服。2005年，佢去上海拍《長恨歌》，因為入戲太深，加上壓力太大，返香港之後患上咗抑鬱症，繼而引發咗果掌腺功能亢進。嗰場病令佢頸腫面腫，樣貌大變。佢坦自鏡入面喺自己覺得好陌生，佢試過自殺，甚至諗過就咁離開呢個世界。喺人生喺最低谷，佢去咗澳洲靜養。呢2年喺消失，令佢終於學識咗放下。佢遇到咗一位氣功師傅，開始修心養性。2007年，佢康復返無線電視。雖然人係已經大不如前，但係佢變得平和咗好多。佢喺知雲飯局入面第一次公開向孫宣示好，話當年大家太年輕，好多嘢都睇唔透。2019年，張可頤專登去支持孫宣喺舞台劇，兩個人喺後台相擁影相，呢張相震驚咗全港娛樂團。22年嘅恩怨，終於一笑泯恩仇。而家喺張可頤已經56歲，佢依然單身，米飯美肉，但係佢獲得非常精彩。佢繼承咗親戚喺1億遺產，加上自己多年喺投資，早已係名副其實喺單身貴族。佢經常練瑜伽、打網球，同朋友一齊行山。雖然同郭可盈喺關係依然係唔熟，但佢已經唔再在意。張可盈用咗3-4年喺時間，先學識點樣同呢個世界和解。佢曾經係嗰個囂張8號、目中無人海陳寶珠，亦都係嗰個心計深沉、看透世事海安茜。佢寧願單身都唔願意向浩文妥協。
寧願得罪全世界都唔願意違背自己海內心。佢蟹故事就係香港娛樂圈一個最真實蟹縮型，有光鮮亮麗，亦有勾心鬥角，有恩怨情仇，最後都有歲月靜好。在這個圈入面，能夠笑到最後蟹人，先係真正蟹贏家。而張可頤用佢蟹特立獨行，贏得咗一份屬於自己蟹自由同尊嚴。